婚孩防治法修正案伫总统公布了后，教育部嘛伫2月份发文予大专校院，要求伫2月底进前，就爱甲校内的食分区取消。也毋过，台湾学生联合会是认为讲学校无提出相关的配套，今仔引起教育部定情，望讲全面禁止食薰的条文应该先暂缓半冬到1冬。 台湾学生联合会初7个教育部门卡口来定情，认为《婚害防治法》修正条文1过3读通过，未来各大专以后全面禁婚，但是教育部伫2月初就赶紧发函，予大专以后要求2月底就要移除食薰区，根本无做好相关配套。 我们学校它目前吸烟区就已经全面来去做移除，甚至挂上红布条说全面禁烟。校内法规尚未完整的修正，也导致说学校到底能不能开罚，那要怎么移送卫生单位这些事情，在配套都还没有完全的情况下，完全无法可管。 学生团体举例，因发现有学校剔除食薰区，等到互真侪食薰的人集窝伫校园的外口，市区位啊，搁较无法度管理，而且团处有部分学校讲，宿舍会派人巡查，敢有偷食薰，若闻到薰味就检举，等到引发冲突。希望教育部应该伫行政院定出实施的日期进程，互学园禁薰有较长的适应期。基于我们维护我们师生健康的这个立场呢，我们是希望说，未来能够朝向能够无烟校园的这一个没有烟害的环境，能够尽速的来落实推动。那本来就应该要禁止的。其实它校园本来就是归纳于在无烟的公共场所里面，就像医院好了，我们医院就属于就是那个无烟环境。 专长连表示，各国有学校嘛是全面禁薰，咱台湾的法规已经放确定。不过学生团体也是强调，配套措施嘛会考量，才袂食紧弄破碗。记者电话为你小开台北采访报道。